今日同大家傾下特朗普最新搞亂全球嘅大動作，4月2號宣布嘅對等關稅政策。話說呢單新聞一出，真係搞到全球經濟雞飛狗跳，股市跌，黃金升，連我啲老友都話：侵侵又嚟搞亂啦！佢係咪真係想同全世界開戰啊？哈哈，唔講廢話啦，俾我同大家拆解下呢件事，順便吹下水，講啲真心話。簡介：特朗普關稅政策一覽。話說特朗普4月2號喺白宮玫瑰園高調宣布，從4月3號開始，所有進口美國嘅貨品都要俾10%基線關稅，仲要對貿易逆差大嘅國家加碼對等關稅。例如中國直接中招，總關稅率飆到54%，原本20%加多34%，歐盟20%，越南46%，台灣32%，日本24%，連加拿大同墨西哥都保住25%不變。佢話呢啲關稅係美國經濟解放日，要保護美國製造業同國家安全。政策分兩步走，4月5號凌晨10%基線關稅生效，4月9號再加碼對60幾個國家嘅懲罰性關稅。仲話將來可能連半導體、藥品同關鍵礦物都唔放過，但呢個解放日一出，全球即刻炸鍋。中國話要堅定反制，歐盟警告影響數百萬人，準備報復性關稅。日本日經指數跌到8個月低點，連加拿大參議院都試圖推翻自家關稅，但係前景唔樂觀，市場反應更加直接。亞洲同歐洲股市跌到喊爹叫娘，投資者即刻轉買債券同黃金避險。X 上面嘅網友都話54%關稅比預期更糟，全球貿易要大執位啦。分析侵侵呢招係點？老實講，特朗普呢招關稅一出，我第一個反應係佢又嚟玩大佬啦。佢嘅想法係好簡單，就係覺得美國多年俾人搵笨，同中國、歐盟貿易逆差咁大，點解唔加關稅保護自己製造業？佢話要對等，你收我高關稅，我就加倍奉還。聽落好似好有霸氣，美國優先嘛。但現實真係咁簡單咩？我覺得有啲地方真係要笑下先。首先，加關稅真係可以救美國製造業咩？有可能短期內有啲工廠返美國開，但現實係好多行業，例如服裝、電子產品供應鏈早就全球化，中國嘅生產規模同效率係其他國家短期內追唔上嘅。你話搬去越南、印度，成本高咗，物流又亂，仲要等幾年先穩定，到時啲貨價上升，美國消費者唔係一樣要俾多錢。X 上邊有個專家話得好，貿易路線大執位，美國消費者首當其衝。我估計啲超市貨架啲價錢牌，遲啲要加多幾個零啦，哈哈。其次，呢啲關稅一加，全球貿易戰即刻升溫。中國同歐盟唔係省油嘅燈，佢哋已經講明要反制，可能對美國農產品、汽車甚至波音飛機加關稅。到時美國出口商嗌都冇用，損人唔一定利己嘛。仲有汽車行業已經即刻中招，4月3號開始25%汽車進口關稅，美國車廠話可能要停產，供應鏈亂晒籠，真係解放咗啲工人返屋企休息。評論侵侵嘅小學雞智慧，中原集團嘅施永青講得啱，呢啲對等關稅聽落公平，但實際好似小學雞吵架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就踢你一腳。佢唔理每個國家嘅實際情況，例如美國急需嘅藥品、半導體可能要靠進口，如果加咗關稅，成本上升，最後仲係美國人自己受害。師生話得好，世界真多得佢唔少。特朗普想用簡單招數搞亂全球貿易秩序，結果可能係搬石頭砸自己腳。我估佢同習近平講數時，仲要俾人笑佢關稅凌弱有抗藥性，哈哈！真心話，消費者同經濟點算？講真，呢個政策最大嘅受害者係美國消費者同全球經濟。經濟學家話，關稅可能令美國家庭每年多俾幾千美元生活費，
通脹上升，聯儲局救經濟要減息，救通脹要加息，真係左右為難。市場已經有滯脹嘅陰影，即係經濟停滯加通脹，聽落就好似食咗個壞咗嘅漢堡包，又脹又唔舒服。不過話晒侵侵有佢嘅支持者，例如美國繁榮聯盟，話呢招係歷史性政策，可以救製造業同就業，呢啲聲音都唔少。但長期嚟講，如果全球貿易合作崩壞，大家都輸晒，美國又點會獨贏？X 上面有網友話得好，呢啲關稅係飲鴆止渴，短期爽，長期痛。熱語未來點睇？總括嚟講，特朗普呢招關稅真係一石激起千層浪。短期內美國製造業可能有啲起色，但長期嚟講，消費者成本上升，貿易戰升級，全球經濟放緩甚至衰退嘅風險都好大。我建議大家未來幾個星期密切留意中美談判同市場動態，可能有更多反制措施出籠。到時我哋再一齊吹水，睇下侵侵同習近平會唔會喺6月生日峰會傾掂數？哈哈，你哋點睇呢個關稅政策？覺得係救美國定係搞亂世界？留言同我交流下啦！如果中意我嘅分析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。拜拜。